隨着職業安全衛生法完成修法，工程業主甲主施工者攏互納入職安防災體系。為了互建築產業更加了解新制度，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聯合濟建築相關工協會舉辦安全會判簽署活動，同時針對着工程安全設計以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進行說明。工人也好，協力廠商也好，咱家己的工程師也好，其實這都是咱公司的資產啊，這是一個很好的、很值得投資的一個項目。我們發生意外的時候，營造也是佔最高的，交通事故之外，交通事故之外最高的，所以我們一直想要把它降下來的部分，然後大家能夠看到大家營造類起頭出來落實這樣的一個公安的部分。無百姓法可能違法，已經不只是口號，而是業界必須愛面對的現實。業主若是無善盡相關責任，除了可能影響工程安全，更將面臨法律責任加450萬以上的高額裁罰風險。尤其在整個工程生命週期，從一開始的規劃設計，一直到施工，一直到最後的維運。大家一起來重視這個職業安全哈，所以我想我們代表勞動部職安署這邊非常肯定哈。這場說明會吸引大約200名會員企業代表參與，顯示產業對職安議題的高度關注。會中有6大重點，包括工程業主的定義、各階段安全責任，以及業主的監督查證機制，甲主施工者的統合管理責任，希望協助業界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觀念，讓資方甲勞工攏得到雙贏。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